喂，hello，大家好，我係 Marshall 教練。今次想出條片俾大家睇下香港嘅特殊海況奶茶水究竟點樣形成嘅呢？出現奶茶水之後，究竟仲適唔適合出海做訓練呢？奶茶水嘅形成主要就係因為連日嘅暴雨將山上邊嘅泥水沖咗落去海面度，令到海面呢就會有一陣泥水喺度啦。加上呢天氣嘅合適呢，就會有利呢個紅潮嘅產生，所以加埋紅潮，再加埋泥水，點會唔變奶茶水呢？但根據 Marshall 嘅經驗呢，奶茶水以下都係清水嚟嘅喎。基本上我每次出呢啲奶茶水，下邊就係清水。唔信？我哋去片睇睇，大家可以望下呢一段 training 嘅片段啦。一開始就係奶茶嘅水，應該係頭1米度啦。過咗之後呢，其實都 OK 清嘅喎。再繼續落呢，去到當日應該呢個鋪係 set 咗落去12、13米嘅，你睇下已經係變咗藍水啦。由水底望返上去水面，大家可以望下。基本上面水呢係由3陣嘢組成嘅，第一就係紅潮啦，跟住就係泥水，再加埋藍水。好啦，我哋再睇下下一段嘅 training 片段，其實個 pattern 都係咁噶。過咗頭1米之後，基本上就開始清。啱啱呢位學生係做緊 FIM。拉繩落去嘅練習嚟嘅。FIM 就係一個理想嘅 warm up 方法嚟嘅，因為你可以控制住自己嘅速度啦、深度，可以停低慢慢去做呢個反壓。我哋睇埋呢一段嘅 training 片段啦。呢個學生係嘗試做緊12米嘅 constant weight 嘅，呢個學生都慢慢有好大嘅改善㗎啦。今次係佢第一次落到12米嘅深度啦。雖然呢位學生最後係落到12米嘅，但動作技巧都有待改善，下次繼續努力。當日大部分嘅學生都係第一次遇到呢一種嘅奶茶水啦。大家由碼頭一路出發去到潛點嘅時候，其實都好擔心嘅，因為睇到水面真係同杯奶茶一樣色。但當落到海嘅時候，大家做 warm up 拉繩 FIM 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好神奇。下邊竟然係水清，再深啲仲要係大藍水添。保守估計當日嘅能見度喺1米以下，起碼係有9米至10米嘅。所以大家當日其實嘅 training 都係好開心咁完成嘅。有啲又做到新嘅 PB 啦，亦都好 surprise 喺奶茶之下原來係咁清水嘅。所以大家下次遇到呢啲奶茶水要出去海訓嘅時候，都唔使特別太擔心嘅，因為都有機會係大藍水喺奶茶水下邊嘅。上晝完成 training， 休息幾個鐘頭之後，下晝我哋再去 scuba fun dive。嗰陣時嘅海況已經完全唔同啦，揸出多少少嗰陣泥水已經過咗。下晝繼續 fun dive。能見度亦都係 OK 嘅，落到去都有8至10米嘅能見度。睇下2位 diver 玩得幾開心。好啦，今集就分享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多啲 Marshall 嘅教班日常。下次見 ，enjoy！ 鍾意條片嘅就 like and share 下啦，畀啲朋友睇睇啦。拜拜。